Ray Fire Church 正式發布異象宣言，認識耶穌，領受聖靈，活出真光。Ray Fire Church 正式公佈核心異象，致力於重新點燃主的復興之火，建立一個以耶穌基督為中心，以聖經真理為根基，以聖靈工作為動力的信仰群體。Ray Fire Church 的名稱代表重新燃起主的火焰。教會相信真正的復興並非來自人的能力或熱情，而是來自神的恩典與聖靈的更新，使信徒生命被改變，成為世上的光和地上的鹽。教會以7個核心平台作為事工發展方向。聖經台以哥林多前書13章12節為核心，強調認識論謙卑，在真理探索中承認人的有限，持續追求對神更深的認識。教導台以申命記4章24節及路加福音12章49節為基礎，傳揚烈火與復興的訊息，鼓勵信徒被聖靈更新。牧養台以羅馬書14章6節為原則，強調自由與合一，在核心真理上同心，在非核心議題上彼此接納。護教台以哥羅西書2章10節為根基，建立健康的世界觀與信仰基礎，回應當代文化與思想挑戰。宣教台以彼得前書2章4至5節為方向，推動福音使命，裝備信徒成為神國祭司。新聞台以約翰福音10章22至23節為核心，從基督信仰角度理解世界與時代。教會台以雅各書3章17至18節為基礎，追求從上頭而來的智慧，結出和平與義果。Ray Fire Church 深信復興不應停留在教會之內，而應進入社會每一個層面，因此提出復興之火的異象，校園到職場，職場到家庭，家庭到教會，教會到國家，國家到世界。盼望主的百姓被聖靈重新點燃，使福音從個人生命開始，影響家庭、教會與社會，直到萬民認識耶穌，萬國尊主為大。Ray Fire Church 堅持以耶穌基督為中心，以聖經為最高權威，重視認識論謙卑，聖靈更新，自由與合一，護教與宣教，以及教會在世界中的見證。教會期望成為一座燃燒卻不被燒毀的燈台，在這個充滿挑戰的時代，持續見證基督的真光。Ray Fire Church 是一個結合聖經研究、聖靈復興、牧養、關懷世界觀、護教與普世宣教的基督信仰群體，致力於讓復興之火從生命進入世界，認識耶穌，領受聖靈，活出真光。Ray the Fire of the Lord。